是配信。1636年8月初1，平地船菲斯都能号入港，对该船的船长知影讲，快艇 Waterloo 号站趁着陆风和杂条，早起时阵的即个海水中调啦吼，海水涌起来吼，趁陆风甲杂条用篷出航，原上帝带领伊真紧来去到平湖。快艇达曼号因为该船船长疏忽去，疏忽就是大意啦，无注意啦吼。大概是安怎讲？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吼，疏忽啦吼，因为达曼号该船长疏忽吼，伊伫迄今到呾啦吼，还袂当启程出航。又搁知影讲，当伊还停伫咧港外的时阵，应该是讲达曼号停伫咧港外的时阵，有看见海上有4只大船。根据因所会当看见，迄寡船是要航往平湖的。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拢平安到遐，或者是来到遮。下晡达曼号启程，将对台湾遮前往平湖，也对菲斯都能号落号。今仔日风向多变，天气无稳定。8月初4，还搁你对菲斯都能号来落号，有4只容客船载10号，10啦吼，出航前往烈士，也有1只出航前往芒港。即几天风向多变，有时落雨。8月初5，早起因为菲斯都能号已经落号完毕。所以决议讲，迄只船要装满糖甲丝，并且决议讲，迄寡坎保利亚的豆仔和迄寡旧槟榔，因为价钱真低，到呾还阁留伫咧仓库里。槟榔敢若会当卖到1里奥的现款，豆仔敢若会当卖到1里奥半吼。虽然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总督阁下即个总督阁下拢是讲巴达米亚遐的总督啦吼。台湾遮的叫做长官吼，台湾长官。虽然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对即件代志真有意见，阮还是决定讲要用即个价钱紧甲卖掉吼，准煞。若无仓库会去互迄寡物件继续来占掉的，变成会妨害着阮真正需要藏的一寡货物吼。下晡，东印度议员约翰Vandenberg， 就是要来接新的应该是要来接新的台湾长官吼。Vandenberg 阁下对巴达米亚率领大船 Bradame 号、Swan 号快艇。Casper 号以及一只葡萄牙篷船，是伫咧海南岛南边被 Bradame 号所掠到的吼。即只葡萄牙的篷船吼，船顶差不多200个奴隶是对马拉加出航要前往马卡奥的，所以因即寡船吼，拄则念的迄寡船，包括迄只葡萄牙的篷船来到台湾。学了上帝，伊奉命接替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职务，就是即个新的长官啦吼。新的长官阁下要来接任职务，而且佫炸雷姆来吼，炸雷姆来吼，炸即只大葡萄牙篷船吼。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已经困死了2年咯吼。Vandenberg 阁下伫咧下晡带领伊的家属起山。咱来看遮卡俗，
家属的即个注卡写啥物讲，Vandenberg 和 Adriana Kina van Nandeulio， 吼，是蛮读啊，Nandeulio 结婚吼 ，Adriana 啦吼，以后应该叫 Adriana。哦，即个新的台湾场馆吼，下晡带领伊的家属起山，边队阵斯万号和快艇 Waterloo 号对平湖来吼，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泊。对上述 Waterloo 号的船长知影讲 ，Gajah 号和 Grow 号已经伫本个月初二启程，所有的船拢已经装好准备好，只有二长阁下库库巴克拍算要前往达曼号。达曼号伊遮刮胡写讲，即只船 Waterloo 号的人伫咧航离平湖的时阵，已经看见伊伫港外，就是达曼号已经进前昨读过吼，装好要去平湖吼，即马已经伫港外吼。二长阁下库库巴克拍算要前往达曼号，要停靠2-3天，以便该动瓦森奈尔号和迄3只结伴出航。也未接到对巴达维亚来的新消息，因为也阁无船只对祖国来到遮，只有边队船Pete 号吼，被 Brower 阁下伫咧 Cabo de Bona Esperance 发现，离派往东印度，就是无接到对巴达维亚来的新消息，因为无荷兰船来到对荷兰来到巴达维亚遮嘛吼。即敢若有一只边队船是被 Brower 阁下吼发现来派往东印度吼。带消息，即只边队船Pete 号带消息来讲，Brower 率领伊的舰队伫咧3月10号吼平安抵达该处，这是啥物所在？平安到啥物所在吼？我看袂出来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阁下和伊的同伴以及全体舰队继续平安前进，抵达目的地。今仔日方向多变，好天。好，恭喜哦，各位大家恁的新场馆来啊！8月初6，早起有东风，下晡西风吼。今仔日快艇 Bredam 号、Hugh-Caspel 号和迄只掠到的西班牙船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对偏湖前来的 Shagan 号也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对 Shagan 号的船长遐知讲，库库巴克阁下拍算伫咧瓦森号对达曼号转装好物煞了后，就要随出航前往日本。含昨昏的快艇 Waterloo 号顶头的人所讲的是相款的消息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顺利平安到目的地。8月初7，有一只用客船载一寡米出航前往芒港。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和现在的议会决议，边队船 Houston 号已经装好要运往平湖的货物，要重新搁装运吼，并且要伫咧做军直接航往日本吼，所以要载物件无共吼。因为该船到平湖的时阵，库库巴克阁下真明显、真显然已经率领伊家己的迄3只船已经出航了，所以就无爱去平湖直接要驶对日本去吼。搁再边队船斯万号也已经准备要前往日本，并且决议讲，
要伫咧最近近日，甲 Texas 号对平湖调转来台湾，因为要伫咧水深12尺的所在停泊，所以会当伫即个港岛入港。最后决议，伫咧迄只所掠到的葡萄牙船顶的所有白人，阮要照Vanderbilt 国法的承诺，就是伫咧掠到即只船的时阵，因为各种因素来因答应因的代志，答应即寡葡萄牙人的代志要甲因释放，要放因走互因前往因所要去的所在。今仔日为着惠斯杜伦号定心来搬装货物，讲即只船要去日本嘛本来要去平湖，要去日本，并且对面对船斯万号甲所掠到迄只葡萄牙船来落号，方向多变，天气算阁好。8月初8，北方上款含昨昏烧伤你无用退迄寡船你落号装好。今仔日用一只容客船送20个罗勒去芒港，芒港伫遐咧起一个啥物件我煞袂记，起一个碉堡啦需要人工，需要骹手。8月9日10日无特别的事，有北方2只容客船对历史载一寡鼎来到台湾，快艇达曼号也对平湖来到台湾。船长报告讲，库库巴克阁下已经率领 Grow 号、瓦森内号和 Gajas 号前往日本了。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阁下一路平安。8月10日，有7只容客船对西那来，其中4只对厦门载1506吨的糖来，2只是对历史载一寡条仔甲虾来，敢若有1只是对平湖来载小可少量的盐。今仔日北方好天，即几工含前几工拢你无用，你退斯万号和 Shagan 号你装运要送去日本的货物。是8月14，游湾是北方。即几工，游湾为着拄则讲的迄几只船你装运货物，以便明仔载，若是讲风甲天气伫咧上帝允准之下，因会当出航去日本，就是替这准备啦准备要出发并且决议讲，阮要命令库库巴甲国下。爱尽量较紧甲迄3只变底船就是斯万号、Shagan 号、惠斯杜伦号，号拢落了，敢若装一寡银甲一寡杂碎，就甲因派来台湾遮。等下才有决号写讲，库库巴克国下后壁决号写讲，因为根据估计发现讲，无够野的船只通装运即嘛已经放伫咧台湾遮要送转去祖国的货物所以就要命令即个库库巴克国下甲即3只变底船号紧落了，装一寡银甲一寡杂碎，派来台湾遮载物件以便要装运上述要送转去祖国的货物。伫咧归国舰队对巴达米亚出航回国以前，运到巴达米亚，并且要命令库库巴克国下为着几个理由，爱对日本所欠的迄寡资金来做提出20万两银来送来台湾。为了啥物理由伊无讲但是决号写讲。万一变底船Patton号若无来这是啥物意思？我都看无我哋要叫库库巴克送一寡钱过来以免将来因为现款被挪用
挪用是要安怎讲？一时也想袂起来。被刷去用啦吼，以免讲将来因为现款去互刷去用，造成公司真大体力损失甲不利。哦，惊去互吞去，去互迄个去互污去吼。即我想袂到，你若有想到啥笔记啥留者吼，有诶台语词我一时仔嘛想袂起来。读华语文就是安尼吼，是啊，台语讲法无共吼。8月15号，这三只变题阵，讲到这吼，其实我一直咧想讲，咱吼《日兰遮写日记》看了，我要来读迄个头一个牧师叫做叫啥物？毋是头一个牧师啦，就是荷兰人伫台湾遮宣教吼所写的。我袂记是啥物人写，但是后来是甘伟林牧师吼。甘伟林牧师毋是荷兰时代吼，甘伟林牧师是早19多少年来台湾的吼，19世纪来台湾的吼。甘伟林牧师伊有翻译做英文版的一本书，叫做啥物？伫佛摩萨传教之成功安尼吼，字名差不多是安尼，恁家己去找会着。伊即马已经有翻做中文版了，但是这中文版着读华语嘛吼。但是我伫遮我要摕到中文版较困难啊。当然应该嘛是网络顶可能买得到，那我着买看卖啊。啊无我着直接读英文版吼，英文版伫咧网络顶找着免钱的，我着直接到时阵读英文版。啊，当然我是看英文版，但是我用台语念啦吼，直接翻译当然会比翻中文搁较无遐尼顺吼，而且搁较慢一丝啊。我认为会当补一寡咱对迄当阵伫咧福尔摩沙录像，就是伫咧真正即个台湾岛上的代志，咱所伫咧读即个日兰遮写日记所落交去的，咱会当对即本书会当补起来安尼吼。好，为虾米讲到遮？哦，讲到就是翻译即个华语文的文章吼，一寡困难，一寡事你一时也想袂到。啊，相反翻译英文其实嘛相反会拄着即问题吼，可能我一时仔想袂起来讲台语到底要安怎讲吼。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对即项代志你着知影讲，你咧看华语文的时阵，其实你若要用台语去思考，真正就是一种翻译的工课吼，这就是一种翻译的工作。莫讲迄啥物叫做方言吼，其实这就是无共款的两种语言嘛。你必须要经过即个翻译的即个机制，伫咧你读较来，你才有法度甲讲做另外一种语言讲出来吼。OK， 所以不管是政治上的啥拢讲话，啥物即是啥物方言，迄你拢甲当做是笨数。其实这就是两种语言吼。我是讲华语含台语吼，是那话含台语其实就是两种语言吼。8月15日。这三只变题阵，斯万和夏根和和福斯都任何拢出港，而是对片湖出发要前往日本吼。因暗趁着陆方启程航往日本，所在货物总价值是725836毫吨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拢一路平安。毋知即落毫吨的价值伫迄当阵吼，是会当买偌济物？72万毫吨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一路平安。今仔日后2只用客船出航前往烈士，今仔日西风好天。8月16，张官普特曼斯阁下含现有的议会决议，阮要派遣 Bradamon 号去片湖听候 Patton 号的抵达，并且命令特劳留斯，如果Patton号到片湖的时阵无满载货物，要命令该船甲所在货物拢转装去 Bradamon 号吼，派 Bradamon 号载着迄寡货物前往日本，或者是若是 Bradamon 号已经装足货物，
就是假定讲所期待运势的容克船已经拢对希腊前来吼。安尼就要甲所在货物拢转转去 pattern 号，到底是 pattern 啊 pattern 对 pattern 号，互迄寡货物以及伊所在来货物拢继续会当运去日本，而派该 Breadman 号转来取代，但是若是 pattern 号对巴达米亚已经满载货物前来，好，就是你写啥闹，迄个外语叫绕口令，写去，好，读过就好啦。伫即种情况之下，就要即时要命令伊出航前往日本。而 Breadman 号若是佫就是讲袂煞吼，若是会当佫及时对即寡运死的容克船来处置货物，就要军队要出航前往日本吼。又佫决议，因为几个理由，阮要甲迄只所掠着的葡萄牙船顶的葡萄牙人，要继续佫甲拘留几工。也决议讲，要伫咧最近要派遣快艇 Hugh Casper 号载几门大炮，以及对芒港迄个碉堡有用的路用的物件，拢要载去芒港吼。最后决议伫咧 Texel 号抵达以后，抵达啥物啊？抵达平湖还是抵达啥物所在？要随派遣迄只快艇达曼号，搁再去平湖。要去载石头，并且去西边的岛下面去摕啥物物？摕转两个艇，就是加加号和瓦森纳号，因为北方所留伫遐的迄两个艇吼。今仔日有8只容克船载着一寡杂货，出航前往希腊几个所在。要4只对厦门载570担的糖和一批丝质的布料来到台湾，对因的头领遐知影讲，一关搁再一摆接到希腊皇帝几道命令，要调率领伊全部的军队北上上北去清朝搬据伫咧南京省附近的树林或者是路边，造成真大灾害的强盗，伊要伫咧3个礼拜之内，或者是1个月内来出发。即将会有好效果，有待时间分晓。今仔日好天，早起有东风，下晡西风，8月17。我相信恁读完即个《热兰遮城日记》上尾是读到上尾，你一定足有兴趣，搁要看我讲的迄本书吼。因为你对荷兰历史，你绝对有更较侪热情，想要搁去了解吼。8月17，有2只容克船对厦门载1200担的砂糖、甲50担的白蜡。这个蜡是啥物件？我无介清楚呢。是可能是一种 metal 吼，一种 metallic material 吼，我哩有吼，金一种铁还是啥物吼？好啦，歹势查一下。直接测干离电，看即字啥物意思？即字头做粒吼，白粒。就是射吼，射就是时啦，歹当句射迄个射，所以白射就是白粒，马口铁吼，马口铁就是读做马口铁，马口铁的意思吼。所以白粒就是射吼，再1200担的糖加50担白粒来到就是射吼，来到台湾。带消息来讲，浙心的容克船已经要收载300担的丝以及一批布料要来台湾，其中已经装载150担，已经装一半吼。愿上帝互因会当真紧前来取代，前来台湾，或者是前往平湖。风寒天气要含昨昏相像。8月18，有2只容克船出航。
一只剑龙片哦，一只剑龙烈士，拢载一寡号10号。快艇 Bradame 号也已经航出港外，伫咧遐拄着前来的 Texas 号，说 Texas 是要来台湾吼，所以乃将上息上有缘特劳牛斯请过船来，就是请伊对说 Texas 号敢若是对巴达比亚来的款吼，请伊来另外一只船当做前龙片哦。要暗仔时 Texas 号来岸边停泊，今仔日方向多变好天。8月19日，快艇达曼号、呼卡斯贝号和 Waterloo Wolf 号航出港外，要去要去片我记，要去落迄只 Texas 号所载来石头，以便明仔载同齐入港。今仔有7只用客船对烈士载一寡盐、茶、甲鼎来到台湾，方向多变好天。所以拄则讲的即3只船去港外去落货，敢若去落货尔吼，要甲货载入来吼，就是安尼食水较浅嘛吼，较袂去钓咧，因为安平港遐其实沙吼。8月20。快艇达曼号，即马我讲安平港啦，迄当阵叫台湾吼。讲到安平港，想着规工伫咧，我袂记咧伫咧Twitter还是之类看一个人写一篇倒来文啦，伊口水啦吼，讲甲因为附一张相片是安平古堡的相片吼，意思讲就是一寡。意思讲毋捌理一寡无卫生的人吼，连即个就是在咱遮城吼，硬叫安平古堡吼，你骗家己人都袂要紧。你的英文写做安平 Old Castle， 我看下就爱笑，迄张相片是可能是台南市因的啥物文宣啊啥，一张安平古堡的相片啊，安平古堡会对写英文字写安平 Old Castle。迄个人著咧甲口水，当然是看就袂爽啦，是写甲就若敢若安怎讲？这词甲袂记，调皮的写法，写讲因伫咱遮城咧写做安平 Old Castle， 这是要骗谁哦？所以汉字其实著本身互你造成你无法度国际化，因为汉字本身的限制。安平古堡家己发明的吼，结果你佫甲算叫啥？内销转外销甲即个名佫转外销出去，叫做安平 Old Castle 吼。明明伊就是日本字啊吼。8月20号，快艇达曼号，就是拄则读的吼。无，歹势你无读的。快艇达曼号、Huscasbel 号和 Watersworth 号以及即个 Texas 号拢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就是本来一只船载货来，即嘛3只去甲接吼，甲即个货分去另外3只船吼，食水较浅安尼。其他无特别的事，早起有东风，下晡西风吼。安平 Old Castle 吼，你若有机会吼，宣传一下。反正叫拍牌吼，伊毋知影伊叫做日咱地的款吼。8月21号吼，有2只洋客船对烈士来到台湾吼，载有盐、米甲一寡条仔甲虾吼。上午有东风，下晡西风好天吼。讲起来是爱笑，其实足悲哀啦吼。好，无要加讲。今仔日场馆普罗曼斯国校汉语会国语，有感于小琉球岛的人吼，对最近迄道出征以来，即只直接翻译直接写小琉球岛，我毋知原文到底是写金狮岛呢，还是写拉美岛？为虾米伊遮直接甲写小琉球岛，我都无理解吼。
好，今仔日中华普罗曼斯国校语会国语，咱来看国语啥。有鉴伫小琉球岛诶人对做军迄搭出征以来，对我方诶人所表现诶友善，因此决定要用一只舢板载几新港人，以及一个伫遮真受优待，继续住伫新港诶小琉球人，开动一个议会派去诶代表，用各种可能诶方法，承诺会互因自由，来将所剩落来迄寡该岛诶居民拢对迄粒岛来甲因带来台湾遮，并且决议要派快艇打曼号、Water Lucenwolf 号和细只即个 Braverman 号，尽量较紧去骗讹艇后要对暹罗舰来，真有可能会去骗讹艇泊诶一只叫做波门号和沃曼号、吼，以免伫咧水深11到12尺诶所在来落货。也决议讲 ，Texas 号要互伊装一寡糖艇泊伫台湾遮，要装到伊袂超过食水12到12尺四分之一尺吼，4分之1尺即个深度。为什么因绝对一定要甲即个小琉球岛内底诶人拢赶走吼？无解理解吼。而且到呾也无听着讲有要甲迄寡查某人甲查某囡仔，甲囡仔要送转去巴达维亚诶消息吼。看起来应该是袂啦吼，希望。历史上发生诶代志，我即马甲你希望吼。好，8月22、8月23，风甲天气还像昨昏，有2只容克船载一寡10号出航前往厦门。大船宝门号对暹罗已经平安来到港外平常停船的即个所在停伫遐俄罗上地。迄只船的船长报告讲，边队的船沃曼号伫咧伊出航以后3-4天，也会跟着对暹罗出航。管互写讲，因为伊必须要装运一寡台湾所需要的材料吼。原上帝带领伊真紧来到台湾，对van vliet 的先生写互中华普罗曼斯国校内批，知影讲Rarop 号和 Nutri 号已经伫咧7月20载着总价值67809毫吨的货物前往日本。愿上帝带领因真紧平安来到日本。遮有2个注脚，一个是 Van V 的即个先生写批互中国普罗曼斯，即个 Van V 的先生，咱来看者吼。佫讲呢吼，我绝对无可能是会念会出荷兰文吼，所以我所念的我拢黑白念吼，各位请原谅吼。Jeremias Van Vliet 即个先生呢，是1628年以助力者瓦本 van Rotterdam 号吼 ，Rotterdam 就是法语应该就翻做鹿特丹吼，即个所在吼。OK，1628年以助力的身份坐即只船 Rotterdam 号出国，直到1633年拢伫日本咧做事吼。以下设商务员的身份前往暹罗。1634、1637年担任阿尤达馆长，1642年升任马拉加长官，1645年升任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并且伫咧诉讼期间停止即个职位，可能向告啦吼，毋知啥物原因。1646年担任归国舰队指挥官回国，回国了后定居伫咧西淡，活跳伫咧公职吼。OK， 我忽然间想希望我之前去看一寡伫日本老师伫咧台湾咧教书的迄寡日本老师，因到尾就是
引用转去日本了，就建牢啦，引用转去日本了后吼，或者是有诶伫台湾遮，歹势，我讲诶引用当然都有啦，有引用转去日本诶吼嘛，可能有啦吼。我意思是讲，我有去看一寡，比如讲建牢，还是讲伊还袂战争以前啦吼，伊就已经辞职无做老师，转去日本吼。所以变成讲，你要知影即寡人因诶骹者吼，你要知影因诶消息，你就变成爱去查找迄日本迄边诶即个文献，才看会着安尼吼。所以上看嘛，即嘛就是讲，伊转去荷兰了后，即个人一生毋是到遮就断去哦，因为伫台湾遮就结束吼。可能伊若要去查做，当然这是读历史诶人才有即个兴趣，然后才有即个必要去查找即种物件吼。OK 吼，为啥物讲？看到即只讲伊转去日本，也转去荷兰吼。好，第二个注脚。无啥物重要，就敢若写讲迄张批日期是写1636年7月28吼。好，咱10点过9分，咱继续看吼，8月25。8月24、25派迄寡快艇和几只洋客船去12尺深的所在，去甲大船宝门号顶的即个货轮甲落来。今仔日落完了吼，迄只大船就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对，宝门吼，宝门是对上落来吼。我记是上落来吼。快艇 Klein Bradham 号吼。今仔日出航前往平湖，有2只小只洋客船对历史载一寡盐甲米来。迄只本来嘛要派去平湖的快艇达曼号，原档案是写做 Bradham 号吼，但是荷文版已经改正做达曼号吼，就是可能会写毋对啦吼，因为长官阁下听到声仔人讲。即几工会有2只洋客船对中国运死前来吼，因此长官阁下含议会决议，要命令伊阁停候几工吼，以便若是讲迄2只洋客船前来，就要甲迄寡货物装入去达曼号，载去日本吼，歹势，载去平湖吼，以便要转装去前往日本的 Bradham 号或者是 Patton 号。我咧摇吼，为虾米你有想过无？你有想过为虾米无？为虾米讲对巴达米亚要去日本安尼来去的船吼，拢伫咧平湖，伊无来安平港遮，为虾米伊拢伫咧平湖遐？你着爱，比如讲，你看今仔日即个一个一个上好诶例吼，伊要一寡丝要载去日本卖，伊着爱先载来台湾遮，再搁对台湾遮再搁运去平湖，装好了，再搁载去日本，为虾米？你有想过？其实应该是，我想应该是无毋对，就是因为平湖港诶食水会当较深，因迄种大船嘛，你要去日本载货去日本，走遮远去卖吼，大水时船足大只，你食水爱有够深诶港才有法度嘛。你安平港你刷，你即嘛嘛知吼，甚至即嘛都无港去啊，规拢是沙嘛，所以伊咧食水。伊诶水较无遐尼深嘛，迄船无法度通互伊食水食深，所以无法度，所以变成讲，你要转运去日本诶，一定是踮咧平湖港，毋是伫马公港吼，毋是踮咧即个安平遮吼，台湾毋是台湾即遮。当然我是家己摇诶吼，我认为我摇应该嘛无毋对啦吼。所以你即马读到遮，你就有即个概念，伫迄当阵伫荷兰时代，遮台湾最先例的船是安怎走的吼？下晡长官普马斯阁下该动van德堡阁下出发前往新港，要去处理原住民和莫斯周年的几项代志吼，毋知啥物代志。我拄则讲，我要想要读的迄本书，当然无可能记甲遮尔幼路啦吼，伊毋是一工咧记吼，伊其实是文章尔吼，所以
你敢若会当看一寡大概尔，但是伊内底写的即个资料完全是足详细吼，偌侪人，是行衰咧，偌侪人，偌侪查某囡仔，偌侪查甫囡仔伫学校读书啥吼，拢看会着吼。8月26日，快艇福奇卡斯贝号装着差不多价值7万号吨要送往日本的死，要运往片湖。国河社讲退台，遥满装着宝门号的货物停泊伫遮的快艇 Walter Rosenwolf 号。哦，就是即只快艇要代替 Walter Rosenwolf 号载迄寡死号去片湖啦吼。因为即只 Walter Rosenwolf 号顶头佫装着宝门号顶头的物件吼，落来的物件吼。但是因为即个港岛内底影伤大吼，所以迄只快艇无法度出港。今仔日有南风8月28。即个港岛还佫是大影吼，所伫快艇霍奇卡斯贝号无法度照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好意见来出港。刮号是伫个普特曼斯阁下后壁刮号写讲，对，应该是普特曼斯阁下。伫个昨昏下晡该动Vandenberg 阁下对个新港转来到台湾吼，算两个长官交接啦吼，可能去新港遐一寡，伊个昨有讲伊去处理一寡代志嘛。OK， 即只快艇无法度出港吼，但是有感伫桂芳已经开始要过去了吼，桂芳即个事已经要过了吼。因鉴于即个感吼，我是直接通着空主要读感吼。因鉴于有感伫啥吼？这是其实空主要读啊啦，大家安怎讲我毋知吼。而上述迄个运死的容克船还袂来，因此上述长官阁下就调集现在议会开会，决议讲要派快艇达曼号代替福加斯贝号前往片湖，以便伫个12尺深的所在会当就将迄寡对暹罗前来的沃曼号顶头的货物会当甲落来，并且要传命令去互特劳纽斯先生，看是要派 Patton 号，或者是派 Bradman 号去日本。无论是要运死的容克船已经到片湖抑无吼，迄只船拢爱派去日本。迄只要派去日本的船吼，上慢拢必须爱伫个9月初4以前爱出航，并且决议讲，迄个中尉要带领6、7个新港人以及迄个小琉球人，按照本个月21号的决议，伫个做军若是好天，就要随前往去小琉球去遐处理迄边的一寡代志吼，就是要甲一寡人拢一寡小琉球的原住民要甲写出来就对了吼。下晡，便对船沃曼号对暹罗安全来到台湾。伫个港外平常咧停船的所在停泊，搁再有为着台湾所载来一寡茶帮甲大娘，应该是要再去芒港遐要去迄个碉堡用的吼。俄罗上帝，但是芒港迄个碉堡即嘛拢无，应该是无看的吼。荷兰人所起的建筑有留落来，可能敢若剩赤坎楼的款吼，但赤坎楼搁后来搁西南化去啊，所以你看袂出是荷兰人的即个城吼，叫做Provincia 吼 ，Provincia 城吼。俄罗上帝，即规工有南风好天吼。8月29，风犹原像昨昏透南风。快艇达曼号因为即个港岛继续大影吼，无法度出港，因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函现在议会决议，有鉴伫大潮即将要开始来临，决定要甲迄寡批信对达曼号摕来，
用一只舢板送出港外去，互沃芒号，命令沃芒号带去日本。因为迄只船，因为沃芒号就算是中途拄着暴风也会当航行，无航行无碍，应该是沃芒号为什么遐厉害？好，即个代志随着办理。该船游完伫今仔日下晡用旁启航，应该是讲沃芒号啦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今仔日下晡启航是伊后壁挂号写讲，阮对即个城堡发出信号了后，因就启航吼。所以，为虾米佫发信号互伊？毋知。8月30，游玩是南方，公道游玩大影，因此打盲号游玩必须留伫港内。8月31，因为港道的水甲风浪已经看起来拢真适合出航，所以快艇打盲号就伫顶部出港，要尽量较紧前往去平湖。但是迄只船的主管。主管毋是一个吼，主管是迄个加 S 的吼，几啊个，因为因严重的疏忽忽略讲应该替公司尽量较紧出航，以便伫 Bradham 号启航去日本以前来紧去到平湖，因却停泊到早起10点到11点钟才启程出航，浪费1点钟到1点半钟对因航往入平湖。真好用、真好的即个南风甲特调吼，去互因无菜拍算去吼。因此呢，根据所有对航海有经验的人的判断，因将会因为安尼来延前一大段的时间吼。伊伫今仔日，所伫今仔日拢无法，今仔日就无法度到平湖啦吼。因有经验的人认为，即当阵出航已经无伤慢啊，无今仔日无法度到平湖。上顺利嘛爱到明仔载才有法度到遐吼。若是讲真正是安尼，迄只 Bradham 号早就已经出航前往日本了吼。而且伊就算带着要送去日本的货物，去到遐嘛是白走一逝。但愿上帝袂互代志安尼来发生吼。算即寡人要互记过啊吼。9月，看下时间，剩10分钟吼。好，9月加减读一寡吼。9月直接跳到第7天去吼。无特别的事，即几工有继续南风掠着持续的大雨。昨昏有3只小只容客船出航，载着价值真微细的物件前往烈士。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现在机会决议，有鉴伫新仔人中间已经咧埋怨讲，就是你嫌啦吼，嫌讲公司的出力已经无钱了吼。所以呢，阮因为几个原因，会伫个10天到12天内不准任何的容客船前往新仔。希望伫即个期间，对巴达米亚会运钱来解困。啊，真正是无钱的款吼。所以人嘛无讲，人无甲你冤枉吼，你就真正无钱啊吼。好，也希望迄2只船已经装运完毕。停泊伫漳州号的运输容客船，伫知影即个消息以前，就来到厝地吼，就是惊人无爱来嘛，你无钱人再来要创啊？收袂着钱咩？因为才有生理人含万所宣称吼，公司袂因为安尼来遭受损失。为着即个目的，要派快艇 Waterloo 号去停泊伫迄个碉堡。就是指海堡 Z-Birch 后面来周围吼，以防止容客船伫暗暝偷出港吼，互即个
消息带去希腊，造成公司真大的不利吼。所以迄当阵吼，袂当放婚假，消息袂使传出去吼。讲台湾遮无钱啊吼，无资金通甲恁买物件。9月初8初9，游玩是南风好天吼，快艇福斯卡斯贝遵照8月16号的决议，载着锰港碉堡所需要用的几门大炮去遐，并且为了上述的目的，要防止容克船甲公司欠钱的消息带去希腊吼。为了即个目的，要停泊伫遐来守卫吼。迄个中尉也带着10个到12个士兵，照8月21到28号的决议出航前往小琉球。愿万能的上帝，或者一切拢会当如愿以偿。9月10号、11号、12号，有几只容克船对厦门来到台湾吼。运来2700担的糖、250担的面粉，搁将41布料、1批金线，以及其他的即个杂货。报告讲，迄两只李述什么意思啊？迄两只李述的容克船吕述，这是你讲呀？迄两只容克船已经丰丰富富载着死甲其他货物，最近已经即将要进来吼，就是即几只对厦门来的容克船报告讲，迄两只载4号来的船已经要来啊吼。今仔日，上色上务员特劳纽斯带领大船 Brenham 号、沃曼号和快艇 Klein Brenham 号对澎湖来到台湾遮。报告讲，无船只对巴达维亚抵达澎湖，原档案甲荷兰文的版本拢写做讲有几只船箱，伊安尼翻嘛诚古锥吼，无船只伊甲是翻做有几只船箱吼，就是意思就是太薄啦吼。但是即个创意吼，敢若是无必要吼，你著直接写原文就好啊。我看无伊咧写啥。对巴达维亚到澎湖的时阵，就是讲无船只对巴达维亚到澎湖，也无容克船载来有价值的商品去遐吼，因此无法度派 Brenham 号去日本。所以进前讲迄个我迄只船叫啥？达曼号哟，讲因进前伫咧港内停几啊工，风影伤大，停几啊工，到尾慢一点钟去互即个写日记的人记一笔遮大笔吼，结果是加记的吼，人 Brenham 号根本就无法度去日本吼，所以你慢一点钟也无差吼。世间事就是安尼吼，毋通伤计较吼，你毋通因为一时差一点钟就去吼，就去跳楼吼，这无必要诶代志吼。快艇达曼号伫咧做军载真侪石头吼，像因同齐载来遐尼侪吼，军的前来台湾。达曼号毋是去日本，去澎湖啊，所以佫载石头转来台湾吼。好，26分，剩4分钟。笔记无介济11条，但是咱看者吼。写吼，拄则讲白粒吼，就是写。样点真低，差不多170度到230度。马口体吼，有讲是马口体。另外是。OK，李述就是头前
讲几啊遍了，数次陈述啦吼，就头前一直讲的迄个代志。OK， 所以今仔日笔记安尼尔。剩3分钟，我看觅啊吼。9月13。好，3分钟毋知读会煞，读看觅，2分钟啊，剩2分钟。有4只容克船对希腊载1300到1400担的糖来到台湾，张寡普特曼是国下含议会决议，一旦大条过去，就要派2只快艇宝马号和泰索号出港，伫遐装运一部分要运转去祖国的货呢，就是要载转去荷兰。为着要争取时间所以要载转去祖国。装运完毕了后，指挥官 Angle 就要同齐前往片湖去遐听候要对巴达维亚前来的船只。今仔日方向多变，对上设商务员 Van der Hage 寄对网港4期分过去8号来批来，知影讲有一个住伫华武人的新仔人的领袖，伫8月29来到网港，讲有180个到190个华武人去到迄个石河岛，拍算若有一个有机会，就要去偷袭住伫要去攻打伫遐的目沙。石河岛是倒位的石河岛？但是即个目沙是讲，敢是小琉球，或者是去放好烧掉该目沙。又搁讲，自从我方伫咧今年2月14去警告了后，因对新仔人不但无搁较宽待，反倒搁较苛待。苛待要怎翻译？就是颠倒对因搁较歹吼。即个华武人的庄头有344间厝，约7000个壮丁，另外400个壮丁伫咧一个领袖的指挥之下，要起造一个要塞。以便若有机会，就要含其他的人脱离来往港，伫阮的保护之下来徛起。上述的领袖或者酋长伫咧伊的厝搭一张批信，为着要含该庄头被荷兰人攻击的时阵，该厝会当免得被破坏。这一切究竟如何？有待时间分晓。就是领袖遐是。酋长伫咧伊的厝搭一张做记号啦吼，免得去互破坏。即摆即讲啥物所在，我真正看无。石河岛毋知倒位吼。对注脚是，我看觅30分时间到，下晡注脚读过吼，是38是倒位啊？注脚是着指挥官 Angle 吼，要同齐去片湖嘛吼。去遐听候对巴达维亚来的船只，即个 Angle 是 Tennis Jacobs Angles， 伊高级大港坐 Middleburg 号出国，1621年 Arkman 号的船长，1622年 Zurich 号的船长，甲就是担任过即种船长的职务啦吼，含 Ryanson 同齐去西南沿海，1624年坐 Damas 号，1629年坐 Frederick Hendrick 号，1632年坐 Gallias 号转去荷兰，1635年倒 Daniel Ottens 同齐去菲律宾顺益西班牙船只。好，对即个人介绍好，31分超过啊。咱今仔日读到遮吼，9月13。明仔载再搁继续。好，感谢各位吼，我来关房。好，多谢阿管，多谢大家。多谢。